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7月16日，无限赛局的敬拜，突破黑暗权势。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1章。RPG 祷告的金句记载在1章28节。因此，我要把它献给上主，他要终身归属上主。于是他们在那里敬拜上主。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接过街头的访问，来问我们一些问题跟看法呢？在美国他们做过这样子的抽问卷，问说敬拜上帝是什么意思呢？你觉得敬拜是什么呢？哇，有很多的问题，有人说是浪费时间那一听就知道那是无神论者还有乱枪打鸟的，也是不可知论者，他说我不知道该敬拜谁呀，反正我就是敬拜就对了。他不知道他信的是哪一位，他觉得大自然每一个都是神。当然也有人说开心就好啦有人说敬拜谁或如何敬拜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个人对信仰的热忱跟委身反正什么教都一样。也有人说内心的世界那些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认为上帝存在在万物中万物都是上帝啦，那造物主跟被造物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啦当然也有人说在哪里都一样。这种的观点是说，无论你在高尔夫球场，在这个渔船，或者是你在彩色玻璃窗的圣殿，一样是靠近上帝。那么敬拜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遇见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觉得敬拜是什么才可以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透过敬拜我们去连接那无限，我们却被扩张到无限的赛局呢？在美之泉的尤志提牧师，他曾经以深深的敬拜这个题目来鼓励基督徒。他说当我们的敬拜是最高的敬拜者他讲的英文叫 high， 最高级的敬拜，那么全心全意全人将最大的赞美献给神，我们的敬拜是有能力的，是可以突破黑暗权势的，会让仇敌吓死。那么我们说敬拜是什么呢？当然也有人说敬拜就是唱歌啦，就是在礼拜当中的唱歌啦，是吗？我想我们敬拜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尊这位主为大，我们尊荣这一位主。敬拜可能比你我想的更加的广有人敬拜宗教的领袖或是一样特别的东西，一个理念，而不是圣经里的上帝。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宗教狂热的分子上面。我们敬拜是唯一的真神，我们是有对象的，我们的对象就是这一位创造我们的主。所以敬拜就是因为我们是受造物，人受造是为了敬拜，我们不得不敬拜。关键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呢？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会说到敬拜，就是因为今天的经文落在撒母耳记上第1章，他们一开始去示罗敬拜。那么敬拜在古英文的意思就是尊位和价值。当我们敬拜上帝时，我们尊崇他；当我们敬拜上帝时，我们认识到他无法言喻、无法描述、无穷无尽的价值。正如天堂里的天使那样，所有敬虔的敬拜者说，我的主，我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这是记载在启示录4章11节。所以现在我们在这地上还没有在天上，我们还活着在地上时，我们就要来先预尝预习我们在天上的生活。那是一个真正的敬拜，不仅是认识到上帝的价值，而且我们可以享受在那里面。不管新约或旧约，都把敬拜
把它有这样的意识，就是匍匐在地，我愿意敬畏向上帝来匍匐，而且当我敬拜过后，我知道我会去侍奉，我会去牧养。所以在这个敬拜里包括了我们的心态、动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我们敬拜是以敬重和爱慕的态度，谦卑而且忠诚的服侍这一位配得的上帝，他是爱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大家，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敬拜是什么，哇，那我们有一点麻烦，就很像是一个医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个这个修理厂的师傅，他面对车子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一个厨师他进了厨房他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想我们今天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我们的敬拜跟别的宗教不一样，我们是有一个对象的。这位上帝我们会更认识他，因为他与我们亲近，他是自有拥有的。这位上帝他是灵，他是无所不知，他是无所不能，他是无所不在，他是掌管万有，他是永不改变，是尽善尽美，他是正直公义。所以敬拜是我们的这一群主的信徒门徒在思想、感情、意志、身体上对上帝的言行的一个回应。上帝是信实的，是圣洁，是配得我们的赞美，因为他是创造者，他也是供应者，他是救世主，他是拯救我们的。当然他也是审判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呢？因为我们若不敬拜，我们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我是归属于谁，我不知道我被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每一次我们敬拜，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归属谁，我们就享受在它里面的那个喜乐。今天的经文一开始我们看到以利家拿全家去示罗，他们去示罗那里来敬拜神。而在第3节说他每一年其实都会敬拜上帝，而且是说这是万军的统帅，他向他献祭。那以利有2个儿子但是我们知道以利加拿呢他在献祭之后就会分祭物给他的儿女们，也会给他妻子，但是因为他的妻子哈拿是没有生孩子，可是他却给他双份。那我们就看到哈拿的心其实是很难过，因为这个妾呢有生了孩子以后总是会笑他你没有生是不是因为你得罪神那他的先生其实很爱他，但是他心还是很苦，因为他还是一直处于弱势，处于一直被折磨的。因为在第6节说哈拿的对头比尼娜常常侮辱他，折磨他，因为上主使他不能生育。在这种情况下，哈拿他不停地向上帝祷告，在12节。那么以利注视他的嘴巴，以为他是醉了，其实不是，他是一个敬虔持续一直祷告，所以他也跟上帝求。那么这个以利呢，听到他的祷告之后，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平平安安回去，因为这位上主呢他要怜悯你，就在等着好日子。确实是因为到19节说第2天早晨以利家拿全家一起起来敬拜上主之后就回拉玛去了，然后他就跟他妻子同房。上帝真的应允哈拿的祷告，给他一个孩子叫撒母耳。我们看到他为这个孩子许愿的时候说他是要来献给神的，所以最后确实在28节他说我要把他献给上主，他要终身归属上主。于是他们在那里敬拜上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父母的，我们怎么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身体健康，或者是快乐的过一生，还是我们希望他是有一个敬拜的人生呢？对，我们的一生，我们被造是为了可以敬拜这位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敬拜的那个原因目的。而更积极的是，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跟我们对头的，我们透过我们很深的敬拜，
其实是可以来突破那黑暗权势的。我们看到哈娜的祷告，其实她去到神的面前是敬拜神，不只是祷告而已，她使她生命成为一个敬拜的人生。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来默想，敬拜的人生要具备哪些条件呢？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当我们敬拜时，我们这有限的人生就会与无限的主、无限爱、无限能力的主来连结，我们就能够在地上的敬拜如同在天上一样。如果有那黑暗的权势因着我们敬拜这一位全能的神，公义、信实，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这一位主，他是使我们能够突破那黑暗的权势。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你创造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因为这是我们跟其他的被造物不同最大的不同。主，我们因为来尊荣你，主啊，使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是有价值，我们是按照你形象所造的。主，也谢谢你更积极让我们知道，我们一敬拜，我们就能够突破那黑暗的权势。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整个人就灵魂苏醒，使我们更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愿意献上一颗敬拜的心，我们将我们所有的献给你，我们每一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你，只等到你再来那一天。我们知道我们或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主，这一些都值得，因为主，你是知道我们敬拜的。主，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真实来敬拜，因为你不要虚假。主，谢谢你，愿我们将今天来献给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大家，今天我们跟神心连心，让我们被主的灵所带领，让我们今天整天我们都可以活出那敬拜的一天，敬拜的人生从今天开始。我们明天见。